大家好，我是蔡德南。大家好，我是亚维莫瑞。亚外毛利，有我嘛有你啦，有我嘛有你，亚维毛利。来，亚维的梦专辑演唱会，在3月30日在哪里？台北 Legacy。被你猜到了啊，8点，8点小气的一场而已。当然挤破门，一定要来哦！一定要来。来啊！咱伫遐大家互相跟谈话，面对面用最近的接触，才能蹦出什么火花，好不好？亚外毛利。亚外毛利。亚外毛利。新的 slogan。好，再讲一次。来，我讲亚维莫瑞。亚外毛利。这是泰雅族的话。对，亚外毛利。亚外毛利。OK。亚外毛利。真好。好来，2021 3月31号，我们来听亚维的梦专辑演唱会，在台北来哦。Legacy。